伫咧台中大理区的下电里有一条路，说是有3个路名，住户的户籍说拢伫咧乌日区，是因为早期行政分界无清楚，里长有想要来整合做规划，所以民众烦恼讲因会失去农保的问题呢，就因为安尼先无要配合该门牌。门牌顶面写台中乌里5公路，毋过批档顶头选用记忆笔特别注明中道西路。在地住70几年的林先生，认为家己是正港的乌日人，毋过实际行政区属属代理，这种无限错乱的情景，敢若住户才分得清。阮老的认5公的啦，即嘛少年的是认这个啦。中道西路。当地有同款问题的住户有47户，在地里长讲，这是代理乌里的交界，以早无卫星定位图的资料通好参考，区界划线无分明。地属民众户口伫乌里，行政区说话伫台里，佮加上陆续咧开过路，5公路189项，今年还有中道西路、宽和路2个路名。一个路有3段路名啦，造成地方上困扰啦。包括警政、消防，还有那个户政、地政，就是没办法统一啦。台中市政府甲里长想要重整门牌甲行政区界，因我在地做农的民众认为农保拢伫乌里农会，牵涉农保甲证件退换的问题，大部分的住户惊麻烦拒绝，只好维持现状。因为户籍的异动，还有这个道路整编以及证件的这些变更，还有农保等等问题多数的住户目前都不表示同意。那当然我们是尊重民众的这个意愿，暂时先维持现状。民政局讲，行政区界划分爱修法，最近嘛重新调查地方意见，部分民众嘛讲，本所清运保安救灾，拢会产生问题，这款的问题，阁要继续来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